黃興平近日接受專訪，罕有大談感情史。佢親自揭開同舊愛鄭嘉穎分手嘅謎團，仲分享同老公相親一見鍾情嘅浪漫經過。黃興平係圈中著名星二代，父親係武打巨星黃宇，母親係影后林翠，舅父係演技派曾江。佢喺90年代憑別問我是誰走紅，入行初期同鄭嘉穎拍拖6年，戀情轟動一時。外界曾傳聞黃宇嫌男方冇出息，棒打鴛鴦。不過黃興平澄清，分手只因漸行漸遠，同父親並無關。更霸氣表示，感情事係由自己作主，就算選錯都會負責。分手後，黃興平遇上現任老公李家輝，原來係靠長輩安排相親。佢笑言赴約前以為對方係豬頭炳，點知一見面就被男方嘅穩重打動。李家輝低調接送，反而正中黃興平心意，兩人一拍即合，至今相愛25年。婚後二人極少爭執，鬧交次數不超過10次。雖然曾努力嘗試醫學輔助受孕，但過程辛苦，最終選擇放棄。幸好老爺奶奶思想開明，冇逼佢生育，夫妻二人豁達接受，享受平淡幸福嘅二人世界。如今黃興平專注瑜伽教學，兼顧演出同家庭，活得自在。